第一次上抖音直播吗？也经常上，你们经常上，我是第一次啊，所以我很紧张啊。其实我不用紧张，随便吧，你们带着玩就行了啊。然后有几个你们可以往那边啊，雅琪待会儿肯定要坐在这里是吧？他要有一些，我们挤了，不行的话就把凳子拉开一点，人可以多坐一点啊。对对对。好，我们那个今天刚刚下午场的演员可能去稍稍修妆啊什么的，我希望他们都带着他们的角色和大家来见面啊。趁那个今天下午我们百花组的混搭组的演员们还没出场前，我先介绍这个我们温乐组的这个孩子们。思文是演那个千户和曹操卿的啊，我特别喜欢他的千户啊，自带喜感。你们看了是不是觉得他特别会演戏啊？他有个著名的台词就是西瓜，我们旁为什么不念西瓜？哎，我们那句话是不是也念西瓜的？哦，来了，百花组的来了，今天下午场演出。好，还有我们今天正好还有一位刚这个大学毕业的，我们去年好声音我的战队的谢江慧，来坐这里，你们两个家庭坐一起，大家挤啊，因为你们可以凳子往外一点，要不然我怕那个有点那个什么啊。然后雅琪，待会儿你可以自由发挥啊。今天你要带着我，你比较懂一点，我是不大懂的。你们如果饿的话，真的可以吃啊，刚刚拿过来的。而且我向大家宣布一下，这个盘子是我们家的，我大概放在这边的，然后他们竟然找了我们家的盘子装那个龙门客栈的包子。肉是什么馅的呀？什么馅儿都有。但反正不是孙二娘的啊，你们放心好了啊。这个好，我先那个介绍一下演员啊，其实你们都很熟了，就是这个我从这边开始来吧，那个张亚洲自己介绍是吧？自己介绍，那个那就你们自己介绍，就不用我说那么多话了，好吧？但是我要说一下，亚洲你们给他一个特写镜头啊，他今天这个眼睛麦丽组，今天是麦丽组的周淮安啊，他说这个今天还坚持在那演出，本来医生让他要完全休息，因为不能化浓妆了，但是一听说我们今天观众也已经都买票，但是之前呢他也考虑到自己的身体，那么后来我们也跟他商量之后，就是还是希望他能坚持，他现在是贴了那个防水贴之后化妆的，所以我们掌声献给他，好吗？好，亚洲自己说。大家好，我是乃周周淮安，非常感谢你们支持龙门客栈，然后也感谢团部领导和毛老师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片大漠之中历练修行。还有就是毛老师刚刚说到我眼睛的事情，我也想向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个眼睛情况就是比较突发。然后我自己也比较着急上火，然后这2天可能就是提前了私自发了抖音，也没有跟百越这边官方沟通完整，然后就是导致可能百越方的小伙伴们就是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然后也给毛老师造成了困扰。可能也导致有一些粉丝宝宝们非常期待已久的这个场次也没有看成，真的非常抱歉，对不起。然后我想说，就是我们今年不光是50场，以后的100场、300场，我们还是会继续相约在龙门客栈，享受这个大漠之旅。谢谢。大家好，我是谢江慧，欢迎大家来收看龙门客栈可甜可盐的秋莫言啊，我就这个。大家好，我是陈婵，非常欢迎大家来龙门客栈做客，也来感受我们不同卡司带给大家的惊喜。打工男早嘞，吃。这样子啊，我补充一下啊，就是我前面跟演员们说，因为时间关系，我希望他们用一句话来表述自己对观众的介绍也好，对这个剧目的
参与以及对这个角色，什么都可以，只要不要太多，最多2句啊。但是他们我发现我随了我了，也都是话稿啊，话挺多的。刚才江慧还不错，还言简意赅啊。陈才小陈才刚才说是什么？因为他是温州人，温州人南溪故里，南溪遗留下来的宋元时代的生活方式就是吃吃玩玩看看戏，这像不像我们这儿的今天的生活？我觉得挺像的。陈才继续说，说完了就请大家来吃，对吧？好，下面我们请小心仪，我们最年轻的金镶玉。大家好，我叫魏心怡，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新龙门客栈，也希望19岁的金镶玉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谢谢。大家好，我叫金志轩，饰演周淮安，欢迎大家来观看新龙门客栈。在这里可以吃到喜糖哦。我给大家表演歪嘴笑。大家好，我是新龙门客栈的，大家给我封的长草陈雅婷。谢谢大家对于新龙门客栈粤剧新龙门客栈的支持与喜爱。我们会在粤剧的这条道路上继续成长学习。感谢大家，我们会努力的。千户曹少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新龙门客栈，然后多多来找我玩，搞不好下一个幸运观众就是你哦，被千户抓到互动。大家好，我叫蔡明，在新龙门客栈中饰演曹少卿和千户，欢迎大家来到新龙门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叶娜，在新龙门客栈里扮演金镶玉。比不上我们龙门山的风雨，希望大家多来客栈坐坐，也希望大家一直可以陪伴我们走过下一个50场、100场。谢谢大家。谢谢。我下次就盯着你啊！嗓门比我还大。优秀，优秀。前面的所有的同伴他介绍了很多，然后毛老师说呢是只有给1到2句话的内容。那么毛老师，我是我稍微给我半分钟好不好？5句，好加一下。我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50场演出下来的一个感受。沉浸式粤剧它就是能够让我们更能跟观众零距离的一个接触跟交流。那么作为我们来说，它是一种全新的一个体验。当然，每一场的演出其实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它都是全新的。就是不可复制的，因为现场的每一个观众，他给到我们的反应，给到我们的刺激，会让我们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表演节奏也好，然后一些小动作、小设计、小技巧都好。然后我是想说，希望在场的观众，也希望直播间里的所有的小可爱们都能够过来看我们的新龙门客栈，因为我的雕不玉每一场都是不可复制、无可替代的。我相信所有新龙门的客栈里的演员也是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完美的。谢谢。大家好，我是何青青，在剧中饰演邱莫言。非常就是感谢你们大家对我们新龙门客栈的支持，包括1刷、2刷至10刷的朋友们。我们会保持一颗初心，希望你们一路陪我们前行。谢谢。我们每个人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麦交给你，好吧？交给你，直接交给你，主持的比我好，因为我实在不懂这个玩意儿怎么弄啊，就是你们带着我点啊，带着我点。平时我是做你的导师的，这会儿你们做的我的导师啊，我真的不懂这个。然后我的粉丝又很爱护我，生怕我到这儿走偏了，晚节不保了，所以你们得保护我，还要啊。这个听到这个粉丝们喊爱你们。看到你们有那么多的跟你们同年龄的，属于你们的观众群，我内心是真的非常非常开心的。但是当然，我也希望听到你们还是爱我的。我相信我要再登到台上去演出的话，还是有观众会来看的，对吧？而且娜娜说让我演自假体。点赞率到多少了？我们再啊，对的，就是亚洲嘛。现在我要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点赞率多少？点赞率多少啊？2万6，2万6太少了。啊？10万，到10万吗？10万加我就开唱。好的，来，打个15万。随随便便唱的，对吧？我一张票很贵的。啊，对，好，那我们正好聊会儿天啊。今天这个活动无法定义，我回头要想一想，这叫什么呢？我们以前也搞过很多演后谈，谈这个剧目，谈我自己的创作，谈粤剧未来的发展，过去的历史。但今天我们不谈这些，太沉重了，对吧？这个交给那些理论家们去谈去，记者去采访去，我们这儿就是唠嗑，好吧？就是聊天。你们这边我想再了解一下，本地人举举手，杭州人。啊，但是估计也不会说杭州话的杭州人吧？因为我的啊，那么好的我们啊，你小寨人啊，好的，克罗的啊，好，外地的其他都是外地的。感谢你们，我这次特别开心。我经常来上班的时候，我就发现，大剧场里在我们的储物间里头，经常会有行李箱。我们这边的 A9门的这个新龙门客栈这儿，也经常在我们的取票处存着你们的随身的行李箱。你们是带着行李箱来看戏的，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我现在这个年龄，我不可能拿着行李箱跑到什么地方去看戏去了。真的特别感动，特别感谢你们。然后刚才这个是亚洲说的，谁说的？这个青青也说了，对，娜娜也说了。就我听的是50场，再有下一个50场，感觉有个下一个50年那种感觉啊。我希望确实在这儿我们能够今天是50场，再有100场，再有200场、300场，甚至500场，我们每一个节点都会搞活动。我希望这个地方是能够给你们一个能够让你们有一个心灵慰藉的、心灵寄托的、开心的。我就说戏剧就是活生生的，就是让你们开心的一个娱乐样式。就是这个样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不要把它想得那么严重。所以也许在大剧场里它有一个门槛，可能大家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演出，在哪里演出，而在这儿我们真的可以打广告，大家慢慢的。而且这次调研当中，我了解到，其实很多人都是从朋友的口中知道这个项目的，知道这个演出的，这个是特别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人都是看，比方大麦宣传啊，或者媒体上的宣传，而我们恰都100%更多的是叫口相传，这个才是真正的民间力量。这是戏剧它本身自身的一种本质的东西啊！我说的又开始像演后谈了，不说了啊。对，然后你们有什么提问啊？那个小伙伴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有什么要提问的话？我们在提问之前，先抽一波奖，好不好？对，先抽一波奖。那我们雅琪交给你，你来主持。我们有请我们的因为刚才进门的时候，每个人都手上拿到了一个号码牌，对吗？然后呢，我们就拿着那个号码牌，是马老师抽吗？马老师，你来分配吧，每一个角色一组来抽一个，然后我们在线上和线下各抽3名幸运的观众客户的这样吧，先那个亚洲在这边，我们就亚洲2个周环，你
没事可以一起抽，然后一起抽啊。好，那两个人再吃手，跟青青也抽一个，他打开捏一下就可以，再抽一个吧，再加一个，这么大气。好，你先念。依然7位，34号，34号，下来，好，你们猜我几号？ 让演员给吧，给了是吗？给了是吗？好。还要抽？我们现在30多万点赞是吗？线上的我们再抽一个好不好？线上抽一个，大家给一个关键词，亚洲你给一个，大家 Q 什么 ？Q 亚洲好不好？好，大家来 Q 亚洲，我们让亚洲数3、2、1，我们在截屏里面的前3位是我们的幸运观众啊！来，我 Q 亚洲，我来看一下啊 ，Q 亚洲，对，刷亚洲，刷亚洲啊，看一下。亚洲啊，要正确的，要关注，有灯牌，是粉丝好吗？然后我们会有一点点时差，让 OK 看到了亚洲，然后你来喊3、2、1，好不好？我什么时候喊？现在。你给他吧，对，你来，你喊，好吗？来，亚洲3、2、1，好。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让里面的角色有一些互动的，我们把它叫做角色大乱斗。这个时候你也想交给毛老师啊，这样可以安排角色之间的小 CP 或者新 CP 或者小故事，对，好呀，你们自己创意一下。比方说那个我看到的，就是哎呀，今天云霄不在，君君和云霄有一个什么旋转是吧？啊，就好像大伙儿就挺感兴趣的旋转，但是今天自己选一个呗。今天大老婆选了，对不对？你选一个。不行啊，对，那就选一个瘦一点的吧，就是。青青啊，最瘦的在那。
的时候，我们两边的团队，一台的团队和百叶的团队商量下来，在10几个剧目当中选择了《白蛇传》。但如果《白蛇传》这些人也都可以演了，雷军军他们刚刚正好去在艺校的创作里演过《断桥》，对吧？那么后来有一天，我不知道，就是一个机灵，一个灵感，我觉得这么一个环境里，我们是不是可以演一个新龙门客栈呢？回头这个话题太深奥了，你们有兴趣可以关注我的剧场日记啊，看我未来的采访当中，我来表述这些。要不然我就一个人说完了，就没机会给别人了。总之，我觉得言以几点，第一就是新龙门，它的这个武侠精神，恰恰是符合我们今天人的一种契合精神的。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们是不是内心极其渴望自由、独立？是吧？就像前几年连我都看了2遍的哪吒的动画片，我命由我不由天，对吧？这一下子打动了今天年轻人，而恰恰武侠的总体精神来说，它就是一种浪迹天涯的，心里是自由的，不被束缚的。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规则里，渴望着依然保持自我，保持那种自由灵动。而武侠精神里又契合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墨家的思想，兼爱、非攻、仁义，这些东西恰恰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缺失的。我们每个人每个人都想去企及的。所以你们今天在看的时候，或许你们也说不出个道道来，什么东西吸引我、打动我？就像刚才那个高中生说的，我听到轻轻的那段唱腔的时候，我流泪了。这段《忆江南》是我们专门为了这个戏设置在这儿的。在杭州做新龙门，一定要跟杭州有关系，所以我们有句台词说：“听口音像是杭州人士啊。”这个就跟于谦有关系，跟我们杭州的啊。该抽奖了。哦，要抽奖了，对不起啊，对，他们经常要打断我。好了，我不说了，这个话题又太沉重了。总之，既然让我说一说，是雅琪刚才给了我话题啊。其实我也很想在这个环境里跟大家，你们不知道啊，其实毛维涛还有另一面的。我今天依然，我可能比你们在座的妈妈们都要大。我今天依然，看上去还比较年轻，或者说心里比较年轻啊。主要是因为我活得特别的自由，我从来不被任何东西束缚我自己。我心里住着一个少女，18岁。谢谢，我特别希望能够跟大家交流这样的东西，因为昨天我们在抠线这个流程的时候，大概跟我讲一下说，其实我说我特别想讲什么，比方坐在这里，我就特别跟大家想讲，有一次看郭德纲啊跟张云雷两人说相声，张云雷的粉丝啊，夸那些姑娘们啊，就像现在这样一排啊，就送给他嘛，然后郭德纲过去了还在说，我的终于有我的了好吧，赶紧拿过来放在这里。就是说他拿了把扇子，还说不说相声了？祖师爷也没这么说过相声啊！我此时看到这儿，我就在想，于郭德纲来说，内心肯定是开心快乐，因为他看到了相声有年轻人在听，看到了德云社有受众。同样我也是，我看到今天这个场合，我特别开心的是。我们的演员们拥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观众，乐鲁啊，这个子轩啊，新日呀，这个陈彩都非常年轻。我们那个江蕙刚刚才前几天刚刚他的大学毕业的专场演出也有直播的。我是那天正好有个什么事儿赶不过去了，我是在全程看了直播，看了他的专场汇报。我相信在他们这个新龙门的创作当中，将会对他们未来的演艺生涯当中是会受益不浅，同时会陪伴他们一辈子的美好记忆。安好，我们谢谢大家。曾撒龙门，自把我。
些老艺术家能够在这个空间里为大家专门演出一场新龙门客栈，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期待着，期待着，有向往。有美好的这个梦想，总是能够陪伴自己更美好的生活的。我是张亚洲，饰演周淮安。来，我是谢江慧，饰演邱莫言。好，我是陈婵，饰演刁不玉。我是魏希雨，饰演金镶玉。我是金志轩，饰演周淮安。我是陈丽君，饰演贾婷。我是王维涛卖包子的。我是朱洛如，饰演贾婷。我是陈思文，饰演千户曹少卿。我是蔡明，饰演千户曹少卿。我是徐叶娜，饰演金镶玉。我是何晶晶，饰演邱莫言。